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李老師。咁今日咧，老師喺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一本電子圖書。咁都同往常嘅做法一樣啦。我哋喺學校網頁，跟住咧就入到去 E-Class， 就去到下面嘅電子圖書館嘅部分咧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入到去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搜尋下一本我今日教大家嘅，同大家分享嘅電子圖書，個名咧就叫做《營養素大家族》。嗱，我哋入到去之後咧，個版面好精美哦。其實咧，我今日分享嘅只係其中一小部分。咁希望咧，大家真係有機會走到入去咧，去到睇下其他嘅知識喎。咁咧，去到學多啲嘢啊嘛。咁咧，首先我今日想介紹嘅咧，第一樣嘢。咁大家都知道，李老師係教數學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喺到今日咧，都想同大家咧講少少關於數學嘅嘢。其實咧，我哋每一日咧都要攝取適當嘅營養咧，我哋先至可以健康嘅喎，快高長大嘅喎。但係其實咧，唔同嘅性別啦、年齡啦，需要嘅食物嘅數量咧都唔一樣。咁究竟應該要點處理咧？我哋首先咧去到學一個單位先。咁呢啲能量嘅單位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千卡去到嚟到表達嘅。咁簡單嚟講，一個11歲嘅學生男仔咧，我哋每一日咧要攝取咧2350千卡啦，女仔咧就係2050千卡。咁補充少少啊，其實100千卡咧就係有以下嘅食物嘅。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到睇一睇喎。咁記住喎，唔係叫你食晒全部，係100千卡就係一斤香蕉就係100千卡，其實係咁嘅意思。但係其實每人咧一日咧就係2350千卡。你可能會問啦，咁我每一日食23條香蕉咁咪得咯？咁但係又唔可以㗎，因為咧每一日食嘅究竟熱量係足夠啊，但係係咪都係咁樣為之均衡飲食咧？我哋睇多一版。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其實會分開做幾部分嘅。碳水化合物咧就係米啊、飯啊、麵啦，呢啲係碳水化合物。蛋白質嘅主要來源咧就嚟自肉類啦、豆類啦。脂肪就係一啲譬如牛油啊、動物嘅脂肪啊，去到咁樣。咁其實咧攝取最多嘅咧應該就係碳水化合物嘅，即係你可能食嘅飯啦、麵啦，每一日應該咧佔我哋嘅各餐含量咧超過一半嘅。咁呢個大家都係要留意嘅喎。另外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樣咧，就係關於營養標籤嘅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跟媽咪咧去到超級市場去到買食物嘅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其實後面咧有好多嘅一啲咁樣嘅營養標籤。嗱，我哋都會記住一個數目啊，就係叫做咧1+7。1咧就係當中嘅能量嘅部分，而7咧就係其他7款嘅營養指標。我哋俾個例子，大家睇下，譬如兩款嘅薯片，能量咧已經唔一樣啦。薯片 A 咧係多少少嘅。咁有兩個好重要嘅概念咧，老師想同一啲可能高年班啦或者低年班其實都可以聽得到嘅、聽得明嘅。咁就係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。飽和脂肪咧就主要嚟自咧係動物性嘅食物嘅，例如啲肉類啊、芝士啊、豬油啊嗰啲就係飽和脂肪。食適量咧對人係可以嘅，即係冇問題嘅、無妨嘅。但係如果食得太多咧，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但係要留意啦，反式脂肪咧就唔係好一樣啦，主要咧係人工製成嘅，例如人造牛油啦。主要常見喺炸雞啊、薯條啊、餅乾、蛋糕、奶精，即係可能飲珍珠奶茶裡面咧都好多嘅。反式脂肪咧係比起飽和脂肪咧更加傷害身體嘅，會顯著增加心臟病、中風嘅風險。所以咧，大家今日老師教識咗你啦，睇清楚食物嘅營養標籤咧，原來對保持身體健康咧都好大作用嘅喎。另外都提多一樣啊，最後嘅鈉咧，其實只係鹽嘅含量嚟嘅。食太多鹽咧，可能對身體嘅血壓啊各樣嘢咯，都未必係好嘅嘢。好多資料同大家講，相信都講唔晒嘅。咁希望大家咧可以花少少時間啦，我哋去到呢本營養素大家族嘅電子圖書咧，去到玩下。
仲有好多遊戲咧喺裏面等緊大家㗎。咁聽老師話咯，咁我哋咧都要注重咧呢個食物嘅營養嘅。好，今日咧老師分享嘅咧就到呢度，拜拜。